自由亚洲电台证实，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热依拉达乌提已被判刑，正在服刑。热依拉达乌提是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维吾尔文化中特定坟墓马扎朝圣的实践传统，在维吾尔民俗研究领域享有国际声誉。自2017年12月起下落不明，其亲属认为他已被中国政府拘押。中国当局4年来没有发布任何信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上周与新疆大学通电话，证实热依拉达乌提已被判刑，目前正在服刑。据悉，热依拉达乌提不仅是因其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成就，还因其在朋友和同事中的强烈的正义感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到2017年，他成为中国当局的打击目标。2017年底，他与新疆大学教授塔西普拉提塔伊普、阿尔斯兰阿布杜拉等名师一起消失。法国国民议会将近50位议员今天联名提交议案，呼吁议会将中国针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镇压措施定性为种族屠杀。牵头起草此议案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尚塞奈省自由与国土党成员、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多阿穆斯女士向法广介绍了她递交此议案的目的。她说：“我们决定和国民议会的47位同事向国民议会递交这一提案，希望明天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积极推动法国国民议会递交此议案的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里诺尔女士向法广解释了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此议案的重要性。她说，这十分重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这对东突厥散国内的维吾尔人来说十分重要；其次，对海外的维吾尔人也同样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必须靠希望来继续抗争。巴基斯坦法院作出裁决，禁止中国影音短片分享应用程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直至7月8日提供服务。巴基斯坦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 ，TikTok 违反法律，没有尊重伊斯兰基本规定和巴基斯坦文化。据巴基斯坦地方媒体报道，新德高等法院因对 TikTok 含有不道德和淫秽内容而受害的一名巴基斯坦人对上述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提起的诉讼进行庭审。法院认定 TikTok 没有遵守其对法院和巴基斯坦通讯局作出的关于关闭淫秽账号的承诺和保障。消费需求增加，产能未增加，酷热干旱等因素综合作用，中国陷入了历史上最大的能源危机。有消息称，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电力消费国，中国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大的能源危机。中国必须每年增加电力生产，以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据 Mapa News 消息，该国政府不希望占中国出口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受到这场危机的损害，已开始对家庭用电实施配额。中国当局周四在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隶过其他国家人民，也不允许外来势力欺压中国。集会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会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习近平说。庆祝大会举行时，多架中国空军的战机飞过北京上空，现场还鸣枪礼炮，播放国歌和其他爱国歌曲。